后来，这个台中的立委补选国民党选书，那这个台北林通组的罢免案嘛是无过，国民党是伫一暝相败。讲战败的迄一暝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拢无出现，洪质疑是甲这2场选战咧做切割，面册是洪灌甲壁。那另外一边咧，拄停过罢免危机的立委林通组，早起也是准时到立法院报道。伊讲伊无啥物特别的感受，刷落来也是会尽本分，做好家己的工课。甲立行立委揽一个度过罢免危机了，今日透早林通组准时到立法院报道。差不多啦，就是像我昨天说的嘛，就一样礼拜一了，那就赶快回来上班。再接着的这2年，本来也就还是要按照计划。那不管在这个国会里面，或者说在地方的服务上面，我们就是要按照进度。要感谢大家，让我们可以继续为中正万华来服务、来打拼。后来林通组跳上选举战车，登去家己的选区中正网甲选民写票。林通组有度过罢免危机，中二选区立委补选，民进党嘛赢。对国民党来讲，又阁是一摆重伤。这些过去的框架跟任务，昨暝吞相败，国民党开记者会，也阁无看到党主席朱立伦从头至尾，干那文团会主意尔。那也支持者挡袂掉啊！去朱立伦的面前，甲问讲，朱主席敢是眯起来啊？低手进退下台吧，甚至有网友写讲，记者会拢无出席，真正是无出席的主席。我觉得昨天其实当然是一个蛮重要的时刻。我会建议，当然朱主席跟党中央要能够更大方的出来做一些检讨，并且陈述自己的想法。身兼中常委李德维声声句句反映真侪基层的无奈，经过一暝。朱立伦总算出现伫台南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在台南刚才跟基层的里长座谈，就是我们的脚步不能停止，因为面对最重要的2022的选举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。虽然讲伊会承担责任，也毋过重点放伫今年的县市长的选举。